長近排好多人問呢啲消防設備其實係點樣用㗎？係啊，呢啲咧我哋常見嘅消防設備，例如係消防喉轆同埋滅火筒咧，都真係學下點用㗎。不過咧，我就交翻俾啲專家消防嘅同事教大家用啦。鄧局長，等我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消防喉轆同埋滅火筒嘅正確使用方法啦。喺火警發生時，大家可以喺確保自身安全嘅情況下使用消防喉轆救火。謹記破、轉、拉、射4個步驟。第一，按動火警鐘掣，啟動大廈嘅火警鐘同埋消防泵。第二，逆時針轉動來水掣。第三，拉出消防膠喉。第四，開啟喉嘴掣，射向火源嘅底部。如果發現冇水，大家可以檢查剛才嘅步驟有冇做漏，可能係未按動火警鐘掣，又或者未開啟來水掣。至於使用滅火筒，都有4招嘅秘訣，就係拔、瞄、按、掃。第一，掹出安全鎖針。第二，企喺安全嘅距離，瞄準火源嘅底部。第三，按下操作桿。第四，向火源嘅底部左右橫向掃射。學識咗點樣用呢啲消防設備之外咧，記住防火門應常關，千祈唔好單方面攝住啊！當各位管理員或者住客行過，見到啲防火門係冇閂好或者俾人攝住咧，記住閂翻好啊！另外，消防設備記住定期檢查同埋維修。